上一回講到，江東小霸王孫策因為唔信邪，怒斬於吉路道士，搞到陰魂不散，加上遭遇許貢死士伏擊，26歲就面部毒瘡爆開，英年早逝。臨終前一句內事不決問張超，外事不決問周瑜，將江東大權交俾19歲嘅逼眼兒孫權。東吳喺周瑜同魯肅塔上策嘅輔助下，正式坐領江東。但係當江東暫時大局已定嘅時候，北方中原大地正爆發住三國歷史上最著名、最慘烈，亦係最決定命運嘅三大戰役之一——官渡之戰。大魔王曹操同超級大 boss 袁紹喺官渡拉鋸咗幾個月，袁紹幾十萬大軍壓境，曹操兵少糧絕，眼看就要頂唔順崩盤，點知袁紹陣營內部竟然因為毒辣嘅辦公室政治爆發內亂，直接送咗一場逆轉勝俾曹操。今日我哋就開講《三國演義》第30回，戰官渡本初敗績，劫烏巢孟德銷糧。第一幕，官渡對此陷入死局，曹操缺糧瀕臨崩盤。話說建安5年，官渡戰場，今河南中牟東北，袁紹帶住整幾十萬大軍，號稱70萬，陣容鼎盛，糧草多到可以吃幾年。而曹操呢，手頭上得嗰幾萬兵馬，跟袁紹耗咗整半年，官兵疲憊不堪。最致命嘅係曹軍嘅糧草已經徹底見底啦。曹操喺大營裏面急得像熱鍋上嘅螞蟻，連夜寫咗一封急信，派人送回許都俾大軍師荀彧。荀彧啊，老子喺官渡快要餓死啦，糧草撐唔過幾日，老子想撤兵回許都，你覺得點啊？荀彧喺許都收到信，立刻覆信給曹操，斬釘截鐵咁講：主公不可啊！現在兩軍對峙，就係比拼意志力嘅關鍵時刻。曹公以極少兵力擋住袁紹幾十萬大軍半年，袁紹嘅氣勢已經衰竭，現在形勢必有巨變，主公必須咬緊牙關堅持住，千萬唔好撤退，奇勝嘅機會就在眼前。曹操睇完信，咬牙，好，老子就再咬牙硬撐幾日。但糧草問題始終係懸喺曹操頭頂嘅一把利刀，如果再冇糧食，唔使袁紹打過嚟，曹軍自己就會崩潰散伙。第二幕，許攸獻妙計遭遇，袁紹陣營毒辣內鬥。正所謂不怕神一樣嘅對手，最怕豬一樣嘅隊友。袁紹呢邊糧草充足，兵多將掩，但佢手下嗰班謀士許攸、審配、馮紀、郭圖平時唔係諗住點打贏曹操，而係天天搞內部派系鬥爭，陷害同僚。袁紹手下嘅大謀士許攸至遠直，發現曹操官渡後方空虛，興沖沖咁跑去見袁紹，獻上咗一條神級妙計：主公，曹操全軍正日通通卡喺官渡，後方許都必定兵力空虛，我們不如派一支輕騎兵，星夜兼程奇襲許都，拿下許都，迎回天子。到時候曹操首尾不能相顧，必死無疑啊！講古佬拍驚堂木，睇下許攸呢條計謀簡直係打中咗曹操嘅死穴。如果袁紹聽咗，三國歷史立刻要改寫。點知超級大 boss 袁紹這個人優柔寡斷又多疑，佢斜眼睇住許攸，冷笑曰：曹操這個奸賊最喜歡玩陰謀詐術，佢許都怎麼可能冇準備？你只係想有老子上當。就在呢個時候，鄴城袁紹後方突傳嚟審配嘅密信，密信裏面報告說，許攸嘅家人喺後方貪污受賄、違法亂紀，已經被審配全部抓入咗大牢。袁紹睇完密信，氣到拍案而起，指住許攸嘅鼻子咆哮大罵：許攸，你這個貪得無厭嘅男人，你家人喺後方發亂紀，你還有臉喺老子面前獻計？你跟曹操係多年老朋友，你是不是收咗曹操嘅黑錢，想騙老子嘅兵馬去送死？來人，把許攸拉出去砍咗！手下文武連忙跪低求情。
袁紹這才冷哼一聲，看喺多年份上，今日饒你一命，滾！老子以後再也不想見到你。許攸被硬生生趕出咗大帳，仰天長嘆，眼淚流咗出來。忠言逆耳，原本初這個婦人之仁嘅蠢材，根本不配做大事。老子喺呢度幫你買命，你竟然相信讒言要殺我。既然你對老子不仁，就別怪老子對你不義。當晚，許攸懷住滿腔怒火同恨意，帶住一名親信，連夜逃離咗袁紹大營，直奔曹操嘅官渡大營。第三幕，冼腳迎許攸。曹操吹水被拆穿。深夜，曹操喺大帳裏面正為糧草發愁，突然侍衛跑進嚟報告：主公，外面有一個自稱係袁紹大謀士許攸嘅人，欲要見主公。曹操一聽許攸兩個字，高興到差點由床上跳起來，連鞋都顧唔上穿，赤住雙腳，冼腳就興奮地狂奔出咗大帳，親自迎接許攸。講古老柏驚堂木，呢個就係歷史上極度著名嘅名場面。冼腳迎許攸，曹操對人才嘅渴望真係展現得淋漓盡致。曹操一見到許攸，連忙單膝下跪，叩頭拜倒。許攸連忙扶起曹操，笑住問：孟德啊，你係朝廷大將軍，許攸不過係個逃亡嘅布衣，何必行此大禮啊？曹操笑住曰：只願許攸字係我嘅老朋友，你今天肯過嚟，我曹孟德嘅大事有救啦。兩人走進大帳，分賓主坐低。許攸開門見山咁問：孟德，你喺官渡跟袁紹對峙咗半年，軍中嘅糧草還能支撐多久啊？曹操眼珠子一轉，開始吹水：還能支撐1年。許攸冷笑一聲：吹水，再好好想想，到底還有多久？曹操乾笑兩聲，改口說：剛才記錯咗，還能支撐半年。許攸拂袖而起，假裝要走。老子一心一意過嚟投靠你，你竟然一句真話都沒有，告辭。曹操連忙拉住許攸，尷尬地笑曰：只願莫怪，軍中大事不敢亂講，實不上門。軍中糧草只能支撐3個月。許攸由懷裏摸出一封信，拍喺桌上，冷笑曰：孟德，你還喺度同我耍花樣，即係你寫給荀彧叫佢送糧嘅密信，已被我手下攔截。你軍中嘅糧草根本連1個月都撐唔過啦。曹操被拆穿，當場哈哈大笑，握住許攸隻手說：子遠真係我嘅知己啊，實不上門。軍中今個月嘅糧草已經見底，老子現在真係走投無路啦，請子遠救我。第4幕，夜襲烏巢，醉貓淳于瓊燒盡70萬大軍糧草。許攸見曹操終於講咗真話，便湊到曹操耳邊，獻上咗決定官渡之戰生死嘅終極神計。孟德，袁紹幾十萬大軍嘅所有糧草重，通通囤積喺距離官渡40里嘅烏巢。守烏巢嘅大將叫淳于瓊，這個人係個極度嗜酒嘅醉貓，天天喺軍中喝得爛醉如泥，防備極度鬆懈。你現在立刻親自帶領一支精兵，偽裝成袁紹嘅後勤補給隊，夜襲烏巢，一把火把袁紹嘅糧草通通燒成灰燼。糧草一燒，袁紹幾十萬大軍3天之內必不戰自亂。曹操聽完，拍案而起，興奮到全身發抖，此乃天賜我也。當晚半夜3更，曹操親自帶領5000名精銳騎兵，每人手持柴草火把，掛住袁紹軍隊嘅旗號，口含煤防止發出聲音，星夜兼程，直撲烏巢。沿途遇到袁紹嘅巡邏兵，曹操鎮定自若地騙過對方：我們係蔣岐將軍嘅部隊，前往烏巢協助防守，巡邏兵不疑有他，放行過關。半夜，曹操5000精兵殺到烏巢。此時守將淳于瓊正喺大帳裏面跟手下喝得東倒西歪，酩酊大怒，連褲子都沒穿好。曹操一聲令下，放火，給老子燒死呢班醉貓。剛無數火把扔進咗烏巢嘅糧倉裏面，
大火瞬間天而起，照亮咗半個天空。積攢咗幾年嘅幾百萬石糧草喺烈火中化為灰燼。淳于瓊由醉夢中驚醒，慌忙出來迎戰，被曹軍當場俘虜。曹操冷笑住命令士兵割落淳于瓊嘅鼻子同手指，把佢放回去給袁紹送禮。第五幕，郭圖宰窩陷害，張合高覽陣前倒戈投曹，烏巢火光天。遠喺官渡大營嘅袁紹也看到咗天空被照得通紅，袁紹急得像熱鍋上嘅蟻，大喊：大鑊啦！烏巢失守啦！快派兵去救烏巢啊！大將張合連忙站出來說：主公，烏巢係我們嘅命脈，曹操親自去銷糧，官渡大營必定空虛，我們應該派重兵去救援烏巢，同時派小部隊牽制官渡。點知謀士郭圖又出來搞事，獻上咗一條極度行爹嘅餿主意。非也，曹操親自去烏巢，官渡一定沒有防備，我們不如派重兵直接攻打曹操嘅官渡大營，只要拿下官渡大營，曹操就算燒咗烏巢也無家可歸，這叫圍魏救趙。張合急得大喊：不可啊！曹操嘅官渡大營堅固無比，曹洪同荀攸留守，短時間內根本打不下來。如果烏巢被燒光，我們通通都要餓死啊！超級大 boss 袁紹又一次聽信咗郭圖嘅餿主意，下令派小部隊去救烏巢，命張合、高覽帶領主力猛攻曹操嘅官渡大營。結果張合同高覽帶兵死命猛攻官渡大營，曹洪同荀攸死守不退，戰如雨下。張合攻咗整整半天，損失慘重，根本攻不破官渡。而另一邊，救援烏巢嘅小部隊被曹操伏兵打得全軍覆沒，烏巢糧草被徹底燒得一乾二淨。郭圖看到自己嘅餿主意害死咗大局，怕袁紹降罪，便先發制人，喺袁紹面前大放讒言，極度宰獲。主公，張合同高覽攻打官渡不賣力，佢哋看到烏巢被燒，竟然喺私下高興，佢哋分明係跟曹操有勾結啊！同時，郭圖又派人去給張合通風報信：張將軍，主公越你攻打官渡失敗，要拿你哋嘅人頭問罪啊！張合同高覽收到消息，氣到七竅生煙，徹底絕望。我們喺前線拼死拼活，郭圖呢個狗賊竟然喺後面陷害我們。袁紹這個昏君是非不分，我們還幫佢買咩名？張合同高覽當機立斷，喺陣前帶住幾萬大軍，直接渡過投降咗曹操。第六幕，官渡大潰敗，原本初800騎慘痛走佬，烏巢糧草被燒光，張合、高覽兩尊主力大將陣前倒過，袁紹幾十萬大軍瞬間徹底崩盤，全線大潰敗，軍心渙散。士兵們丟下武器糧草，哭爹喊娘，亂成一鍋粥。曹操抓住這個千載難逢嘅黃金機會，揮舞寶劍，爆喝一聲，全軍出擊，殺啊！曹軍好似下山嘅猛虎一樣，由四面八方包抄過嚟，對袁紹軍隊展開咗毀滅性嘅大屠殺，黃屍遍野，血流成河。幾十萬袁軍被打得丟盔棄甲，超級大 boss 袁紹同佢嘅兒子袁譚喺親衛隊嘅死命保護下，連衣服官務都顧不上穿，慌不擇路咁騎住馬逃跑。當袁紹逃到黃河邊上嘅時候，回頭一數，原本號稱70萬嘅龐大軍隊，現在跟喺身邊嘅只剩下區區800名殘兵敗將。講古佬拍驚堂木，70萬大軍一夜之間被打到只剩800騎。官渡之戰，曹操以少勝多，創下了三國歷史上最偉大嘅逆轉勝棋。袁紹看住滾滾黃河，想到自己損兵蝕將，糧草全失，悲從中來，喺馬背上當場吐出一大口鮮血，差點由馬上摔下來。隨後狼狽不堪咁渡過黃河，逃回咗鄴城。第7幕，焚信展格局，曹大魔王頂級胸襟，曹操打贏咗官渡之戰，繳獲咗袁紹數不勝數嘅金銀財寶。
圖籍檔案、糧草裝備。喺整理袁紹大將嘅時候，士兵搜出了整整幾大箱子嘅密信。曹操拆開一看，驚訝地發現，這些密信通通係許都嘅朝廷大臣，以及曹操自己手下嘅文武將領喺官渡之戰期間秘密寫給袁紹嘅投降信。信裡面通通係向袁紹表忠心、討好袁紹嘅內容。手下大將如許褚、夏侯棄道咆哮，主公，這些吃裏扒外嘅叛徒，請把信上記錄嘅名單通通找出來，抄家滅族，當眾斬首。點知曹大魔王展現咗震撼全 Share 嘅頂級胸襟同格局，曹操連看都懶得再看，直接揮揮手，當住全軍文武嘅面，下令把這些信通通給老子扔進火堆裡面，燒咗，一張都不許留。手下人不解，問主公為何不追究啊？曹操長嘆一口氣，說出咗一段令人肅然起敬嘅大氣名言：當初袁紹兵力強盛，連我曹孟德自己都不能保證能不能活下來，何況係手下呢班文武大臣呢？人喺生死關頭想留條後路係人之常情，老子不怪佢哋。講古佬拍驚堂木，好，看看曹操呢個格局，一朝梭信安人心，把所有原本心驚膽戰嘅手下感動到哭成淚人，從此死心塌地幫曹操賣命。官渡之戰徹底結束，曹操一戰定乾坤，成為咗北方最強大嘅霸主。而逃回河北嘅袁紹，雖然元氣大傷，但受死嘅駱駝比馬大。袁紹同佢嘅3個兒子還想重整旗鼓，跟曹操決一死戰。拍驚堂木，第30回的故事到呢度就正式功德圓滿啦。許由跳槽獻神計，曹操閃腳迎人才，烏巢一火燒天際，張合倒戈袁紹敗，70萬大軍化泡影，曹操梭信展格局。官渡之戰雖然結束，但袁紹喺河北還有4州之地。佢同3個兒子袁譚、袁熙、袁尚將會點樣跟曹操展開最後嘅死鬥？而劉備3兄弟喺越南又會點樣尋找機會崛起？留言區大會堂一齊吹水。聽完今日呢集，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許由跳槽與袁紹內鬥，許由獻上奇襲許都嘅神計，反而被袁紹懷疑貪污要冚頭。你哋覺得袁紹輸掉官渡之戰係因為曹操太厲害，定係因為自己陣營嘅獨立辦公室政治害死咗自己？曹操閃腳迎許由，曹操聽到許由過嚟，連鞋都唔穿就跑出去跪拜。你哋覺得曹操呢種對人才嘅態度喺現代企業招聘或者做老闆方面有咩值得學習？曹操當眾燒毀投降信，曹操發現手下好多人私通袁紹，不但唔追究，反而一火燒光安撫人心。你哋覺得曹操呢波操作算唔算係三國最強嘅 EQ 同格局展現？無論你對《三國演義》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或者想討論邊個情節，通通寫晒落下面評論區，一齊吹水討論。好啦，今日呢回就講到呢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睇到呢度嘅都係真兄弟、真姊妹。如果你中意聽我用最貼地嘅廣東話俗語講三國，覺得聽得過癮嘅話，依家就動一動你嘅金手指，幫手點讚 like、share 俾你班手足，同埋最緊要訂閱 subscribe 埋我，開埋個小鈴鐺，咁先可以第一時間返嚟繼續追看。仲有啊，睇完今日呢集，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或者有邊個細節想知多啲，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無論你係想討論邊個武將最強，某個計謀係咪真係咁神，定係對《三國演義》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通通寫晒落評論區。我哋之後嘅影片除咗講古，亦會親自出嚟為大家解答三國嘅各種大細難題。多多留言，一齊吹水。我哋下集古仔仲精彩，同你唔見不散。拜拜。